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來》，係阿明姑劉浩明。過生一件事情，其實係幾多人唔想講，但是每一代人都會讀到課題。我哋今日福起來有請到係有一啲30年殯葬服務行業嘅一啲裝修局勞動嚟現場，而喺度分享講，伊當初做乜會對嗰啲行售業轉到我哋嘅殯葬業，同時喺殯葬業地位，而讀到乜嘅關於印象關於什麼故事，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小強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裝修局。小強，其實我哋呢節目地位吼，佢有訪問過幾多嘅殯葬業嘅一啲人啊，但是就是講，什麼真係個少，什麼一個少，真係個少，係。因為有時間做些時間過長，做差不多半夜。嗰種你哋講，其實什麼有嗰種體力嘅問題係咪？還是講什麼其實啱唔啱冇到方便？也有體力也有，因為差不多要去頭擺嗰度塗裝嘅，塗裝嘅什麼要講個有問題。哦，係啦，係。咁其實我會想到講，我轉移我哋嘅殯葬業咯。因為做銷售一段時間以後，我感覺講嗰種也核心，我冇辦法按直接到家屬的服務一個區域，所以我就轉過來做現場。現場嘅時間要從化妝，跟遺體問喪服，嗰一道就講每一個環節讓我下去做啊呢。因為銷售槍講出一種罪。你有冇銷售意思講，係咪你生前契約嘅部分？錯。嗰時喺生前契約以前係做乜嘅咯？生前契約以前我去個樓下有開公司。係。咁我開始去轉去做生前契約嘅部分。因為多到朋友啲嘢，佢都以下有個限啊，所以就入去殯葬業。殯葬業開始，因為我入去殯葬業。以前係咧中日合資嘅，就講台灣跟日本技術合作嘅，所以啊教育訓練也都全部跟我哋一般傳統嘅就冇相同。冇錯。係，你像30年以前，我哋台灣嘅殯葬業就會俾人感覺講過晦氣，啱過同集團公司學嘅就冇相同，我哋要學行銷，要學國際禮儀，嗰個專業嘅殯葬知識啊呢。嗰個其實你咪講，其實賣生前契約一件事情冇辦法真正服務到銀行係咪？也有就講個表面咧冇按深入嘅，係就講因為集團公司以前咧銷售跟執行嘅禮儀師係咧分開嘅，冇錯，所以伊有演嘅業務，我哋有演嘅業務，係啊。所以我後來就離開集團公司，自家出來做。自家出來做啊？嗰時唔係睇嘅集團地位專業我哋嘅業務嘅片，係啊，自家出來做。但是問題係，你自家出來做嘅話，要帶下，呢個我以前有學過下，以前即係同睇集團地位唔係應該都做行售嘅部分嘅訓練啊，咁出來做幾經驗得嚟？就開始從頭學。從頭學，就講接大體接大體以後要幫他換衣服，要幫他化妝，要得全部從頭學。但是我講嘅呢個費事嘅問題啦，因為行售嘅部分啊，晚上打扮咧真正正唔面對嘅係晚上嘅人哦，係因為從往唔簽約嘅人係講，我哋簽唔係擺嗰種8年以後嚇，唔可以用啊，我哋先簽約嘛，面對嘅係晚上嘅人，但是唔到現場嘅時間，面對都唔係晚上嘅人咧，咁你有冇心情用嚟調試呢？呀，真種有些困難，那開始嘅時間。我心裏嘛，我個驚。係啊。記得有擺接過後，一邊暗部嘅過去，睡夢嘅時間就變做噩夢。一幾擺以後，其實就關係嘅。有啲心態就講，我見邊係咧為人服務，也唔係講用乜嘅人嚟咧，所以唔係故意調試所以慢慢嚟就關係也好嘅。咁人哋30年嘅經驗地步，有這個標唔下來嘅故事嗎？他要差不多20年前，
有迄个屋呢就伊咧后生诶，通来平台，啊，因为伊还咧工体主任，就伫工体诶时节发生意外，就往下来就无生命迹象诶，啊，后来搬到诶时节就感觉讲，因为阿爸阿妈还在，因为白发送黑发就感觉个揪心哈，所以我从头到尾就皮炎都，我记得个印象个深刻，6月20个过身嘞，啊皮到6月29出殡，一期间，就个伤心，我冇聽到你個傷心，吞頭叫到尾，因為我講我太好嘅時節就過身嘞，所以以下我很細，我就感覺講以下冇悲傷出來嘅情緒，就透過一擺嘅案件嚟抒發出來，所以一案件判下以後，我就感覺講，我嘅心情。也糾結嘅心肚裏嘅悲傷心情，我感覺就有抒發到嚇。等於如果嗰時就對嗰個嘅一種感情啊，都好睇一間年紀嘛，佢相同嘅一啲事情地方，以抒發出來。但是我相信家屬嘛，我感覺到講，有個朋友佢都叫我邊個都難過啊，邊個你個傷心？係啊，但是從這個人家好做30年來。即個我有一啲轉換心情嘅一啲儀式冇咯，一啲方法可以去轉換一下心情。哦喲，因為其實我哋差唔多讀到個複雜嘅案件嘅時節，我哋壓力就過大，壓力過大嘅時。可以冇乜個複雜。最複雜就講睇咧家族個大，意見個多，聽嘢就講也聰明個大，愛應付嘅事情個多。所以也就其實攏個好神好能嘅，所以佢哋接觸一種案件嘅時節，佢講嘅講冇計做好。所以就講對家屬啦，對過身嘅人就冇判得個嚴慢嘅，所以壓力就過大。那壓力過大嘅時節，就個家尾就去泡溫泉，我去個去練氣功，所以就靠要得來抒發我的心情。所以大自然就是抒發情緒最好的一個地方。也個重要係因為。你的事情最快處理啦，係過身的人可能嘛好簡單，真是，我相信冇乜個要求啦，都順序判係都好，但是晚上嘅人嘅意見幾多，意見幾多，咁像我哋嗰陣頭有講到嘛，家屬幾大，冇得講是都看乜人嘅意見幾多呀，咁按樣嘅去有乜個技術。我認為排解一條事情，我都講同意他一人意見啦。但係我一個問，因為每一個人就講對親人你表示嘅方式冇相同。有的人感覺講我愛收個多東西俾，有的人感覺講我喺儀式當中愛佢念經念個多嘅。每一個人其實冇相同嘅要求。每一個家屬我哋做得去一個了解伊想嘅做乜嘅。喺陣我感覺我感覺也個對我個重要，對也家屬個重要，我哋就可以安排安尼。原則上就講原來經濟冇問題嘅時節，原來做嘅我哋都盡量計。達成也願望啊！你唔好比講已經出山去咧，而家感覺講冇做到乜嘅，對，我有遺憾。冇錯。你如果先把他個人的想法調查清楚，然後可以做到做到，盡量去做。因為我相信伊哋嘛唔係講我搶功啦，做乜事情其實嘛希望講把自家對啊讓人的一種思念係咪可以聽數。睇最尾一條路嘅時節，表現可以行一個順勢啊！你吼，但是問題係講，從難呢？如果按到一啲按我說案主來講嘅話，有嗰種要求佢貼嘅咧？有要求佢貼嘅咧，係有擺讀到一啲82歲阿媽，安寧嘅時節。耶穌呢就買可樂、買漢堡，曠野作風，我就感覺個奇怪，因為老人家嗰時候食一樣東西，82歲，後來我就問耶穌呢，我講阿媽食一樣東西，佢講係啊，阿媽攏跟人聊天啊，開玩笑，同人食相同嘅東西，買珍珠奶茶，所以我就感覺有個特別，後來孫呢就跟我講，阿媽個時髦，做得因為以下黑眼係個叫咩，就頭腦毛是把又拍拍嘅。就講嚟講，做得個阿媽染頭腦毛嘛，
可能就因为养头毛技术还是有一点要克服哈，跟工作人员讨论以后，工作人员讲好，后来就给挑染，挑染咯，就阿妈就个讲，后来入殓的时间，搞就孙女阿头就进入阿妈面，就跟阿妈道谢，跟她告别，所以让阿妈感觉讲，后来高兴嘛，归感谢阿能给完成人的心愿哈。因为这一般来讲，帮人可能都用我的日常会用的这种吼载购啦吼去见，但是其实对孙子来讲，伊最低阿婆买的东西。错。嗰时佢最慢的时间，我记得讲，其实阿妈如果是汉堡啊、喝可乐啊，哈送同阿婆一起走会讲来。嗰种人呢最慢一条路，其实对我哋家人来讲嘛，係我哋对伊哋最慢伊哋事业伊哋展现。休息下我看那些梦，我哋买个多好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呢節目來自我哋美濃嘅上小橋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伊當初做乜從事我哋殯葬業。我說什麼小橋？因為其實有幾多人都講到講我哋客人睇最尾睇做告別式嘅時節，哈，還是會選擇客人嘅告別式。乜講到客人嘅告別式，因為而家我哋呢告別式如果我哋講個簡化啦，哈，冇像以前呢按複雜，但是嗰種我現在嘅一啲客人嘅告別式地位。會包含到某個東西啊？因為客人的告別式跟好多人呢，係呢完全冇相同。因為我哋客人個注重講拜阿公婆也掉，所以我哋其實喺告別式嘅時節嘛，愛進行一下儀式。所以我哋客家話就講，咱開告別式當日就會開口，開口就見下呢摔藥壺啦，就講開式開口。嗰個來點珠，點珠就神豬排，神豬排當日咱有，迄種個過世的人係嚟寫來嘅，就有也香體，過世的人係嚟寫冇嘅，就愛加嘅香體來個點珠，點珠後嗰個三果，果田、果珠、果芒，也三果果係嚟咱來神福，神福就作孝服，所以我哋一般會好多人就你一過世就作福嘅，我哋客人係嚟。3個月後，咱來神福，神福係話就傳統嘅三線禮，三線就講粗線、亞線、三線，那三線係呢以頭擺就對差唔多周朝嘅古禮衍生過來嘅，像我哋見嘅祭孔儀式就係三線禮，所以我哋三線嘅時節我有3個批分，一個係呢孝子，就是孝男，孝子本初6千。迄種過世的人，係你寫來嘅，就孝子本初6千。迄種過世人係寫乜嘢？就係孝子本初6千。講錯拍攝。孝子6千本初，就係尊重一切個手足。就係你行三獻禮。那三獻禮行係咧，就伊咧個複雜嘅，就講伊係有托愛葬啦，也就愛分。燒化呢哀葬，各位出去之前，迄陣呢有冇嘢係要做的路基，嗰冇相同的做法。那談好了，其實真的是幾萬人的一個客家人的一個告別式的現場因為安尼頭先你講的以後我都發現到講，因為頭先有特別講到講，喺神福以前，我哋有三告嘛而且同時像天的。嗰種個伊咩偏，伊咩因為偏過世的，我哋還是愛播嘅牙桿啊嚇。伊其實我哋頭擺唔係用牙，唔係用肉乾嘅，頭擺係你用碗。用碗。就嗰做以前我記得我婆太過世嘅時節，係你就講20番的碗。你等於講海邊冇辦法去服侍你意思啦。伊冇錯嘅，日碗就唔是料嘅，就會開你變成講有偏嘅人咧，把你等於講把個牙桿嚟補起來，你講海邊都唔是食藥嘅。係，所以咧開口嘅。但是嗰做其實係碗，你等於講海邊冇機會再孝順嘅。哦，後來你開始你三果，果田。果珠、果芒，然後咱開始神福，都等於嗰陣頭有特別有講到，好多人話其實你
其實你可以使高神的人就可以神服嘅，那其實咱可以做口服。係。佢點做嘅部分，佢特別嚟講，嗰種係細妹嘅話係外家來點做。係客人個特別就講，伊高神的時節，也兄弟會比咧一個你的嗜好，好，就講施法，好，我哋會下施法，啊施法就會歸納伊呀一生咧。哦，比如說他儉啊，哈，節儉啊，慈祥啊，哈，就講要得一絲一絲，哈，就洗雜絲，哦，我哋就按照施法，就會給歸類聽我哋的神主牌當中，哈，啊神主牌多時間我哋就神主，我怎麼點做就寫神主牌，然後就寫一個神王，哈，王師，按我教嘅迄種什麼過程，就我教嘅兄弟，給王子當個點一點，哦，啊，咱就會欣賞，就會給引導，講會點一點安尼。咁從入嘅施法來講嘅話，佢係乜人學呐？兄弟。咁問題係以可以有乜嘅有我哋咧範本我哋咧先生就會，我哋咧體律師就會問呀兄弟也係問子講伊一生的那個特別的地方，就會給歸類施雜事安尼。好，嗰種法事嘅時間，你會聽書我哋家屬去睇有地講，也會構成人一生人的一啲行為哈，然後同時都體現出施雜事變成也施法。施法，好，喺度如嗰種細妹，細妹嘛有施法。有。好，細妹嘛有施法，吼，嗰時如喺細妹話，如我家點做，吼，如對如阿 Q 嘅片啊，阿 Q 嚟點做。嗰種細拉嘅話，都種出地步嘅兄弟點做。兄弟係冇就種出嘅族種。就最人意，比方最大嘅，嚇，比方最大嚟點做。嗱，家點做係咧係，如開嘅行程係乜嘅？點做係咧就係山高嘅。好，係山高。係。什麼係咧？係咧，佢是三線里啦。三線里，因為頭有一句講到講，其實三線里裡邊算是我哋客人嘅股票是裡邊佢貼嘅咧。係，也係咧就頭擺算周朝嘅鼓勵啦。以前祭孔跟現在嘅祭孔相同用三線里。咁問題係講，從其他人，我講人定嗰時候。因為頭都有講到講，可能要種出個，如果我話嘅有嘅山鄉吼，咁點會同人多人啊？喺啲上下吼有火房嘅，基本上係冇錯。啊，有的話見天外空攀咧，正常就幾困難嘅。所以是咁樣咯。也可能人就有變通嘅方式吧，迄種都以無主張嘅，無乜咧，可能像伊90人歲100歲嘅，伊可能無兄弟嘅，伊替太皮嘅，啊就揾出嚟，就可以下一推嚟計點。係冇唔錯，係。咁問題係，你看你這個三片裡邊有按度批分嚟衝人咧。係。其實反正有排出一兩個都可以嘅。我哋行李數量嘅。行李數量嘅。量嘅推表。唔是講一台車來。係量嘅推表行李係咧，其他人啊共下嚟衝呀。其實我哋啲貨房早期嘅貨房是他個人吼，共享喺共下吼，甚至有啲夾表啊，一台種全部都共享。其實你搶你分咧都清楚吼。人過好錢，哦，甚至按一台車，然後按嚟衝呀。但是更加尤其喺都市地區，哦，有時可能前前做都唔得嘅那嘢，有時就有啲人要夾個 visa 講，也事情唔是連到按同人，係唔是麻煩人咧。嗰時其實如果現在一啲客人嘅股票是，但是你真係行到嘅行李嘅時間，人數冇多啦。其實我哋提老杯見過冇，因為啊。阿公婆啊冇提老杯，冇提像提殯儀館盤，伊樣冇提殯儀館，所以我哋山高嘅，我哋提殯儀館基本上就省略嘅，我哋安年嘅時節，神主就該出隻點珠上嘅，嗰個另外其他嘅可能就行國民禮儀，就我哋內政部有定嘅國民禮儀範例，呀，呢現在國民喪禮哈，所以我哋就照國民禮儀嘅方式，另外講一般。每項啊，冇人會行三片里，一條先生唔曉得。係。嗰時講，今年我要求愛客家三片里嘅話，等於如我愛另外參與主人。錯，好，然後同時我哋愛希望講我哋咧念基本嘅時候，用傳承客話來講嘅話，等於講愛另外一搶先生。搶先生係。
好，我们有3片里的时间有通引战，有3个角色。有的位就咸离的，嗰位有一个就讲爱带的，另外一个爱托支援的，外装的，所以我有也按多位来执行。伊的算是主持典礼的进行的啦，伊的系带的啦，带上应该最主要支援的啦，系通引战，可是等于如果像一种按完整，同时按传统的一种仪式，其实喺更加的一种，可算是个简便的一个告别式地步，叫做唔爱加入来拍，就另外去要求。系，唱也都欣赏，我也欣赏。系啊，带带，系，但是头先有讲到伊的各种客人的告别式地步，我哋讲出殡的时间，哈。有一啲什么的路记冇嘢路记，加上讲，其他一般的嗰种那种生命观地位，嘅路记要用出，就冇诶，好，都冇係咪？韓國民禮嘅就冇，韓國民禮嘅都冇得誒，好，因為其實佢對我哋南方人來講啊，我印象幾深啦，係因為嗰時間我阿公過身嘅時間，我媽媽同好，因為也都定有冇嘢啦，嚇冇嘢同叫也冇嘢死亡嘅地都睇，而差唔多出嚟撞咗以後，都差唔多去嘅。天空的時間，係天空時間，一定都睇嘅基本都擺。嗰種我都想講，原來喺兩個人地方也行人特別有嘅啲，係。也遠有哈，其實係咧頭擺，因為冇嘢差不多加個煙。以前的交通不方便，可能以第一時間在古代嘅開論那啲公平古代嘅時間，發現。你來出門咧，就睇路況就出隻擺嘅，就安尼擺。以前頭擺嘅路基嘅原有係咧類似啊，講做乜我睇路神擺，係咧因為安尼。係啊，而且我冇感覺到其實都想到講，其實係咪有啲人講一啲界限感啊，因為等於講到路基嗰片嘅時間，路唔係上個人是路。送到嘢都好嘅，係都送到嘢，嚇，都唔是在送過去嘅，都等於講家屬能繼續送到我哋咧嘅牛埔嘅地方，其他人都全部都聽得一樣。其實我想講，其實路基也係一啲設計嘛，幾好，幾人性啊，係幾符合人性。希望遇到人講我聽到咩咯？係，嗰陣同我講，講到路基，我聽下等一啲地方，但是各種講我哋而家係用現代國民嘅一啲裝理嘅時間，有啲都全部冇。就冇誒，除非講有特別要求嘅事情。係。你即係什麼嘢嘅行業？即係我因為講也要從有些冇嗰個。已經吼有啲困擾，就講睇咧我行李嘅先生，已經一路一少誒。可能正宗我行3線里嘅，正宗冇多誒。另外一個就講。因為我哋嗰度弄家落背來，人哋生意咧他唔是客，因為行李嘅時間是全程用客哦，所以嗰度他唔是咧就講研究唔會用3線里嘅方式呗，就講我哋乾脆就先公民里，所以要都3線里嘅留存哈，可能就是越來越少了，不是聽到時代進步，其實我哋當初希望講可以留下來客家嘅告別式，而嘛多多少少作為一些改變嘅。首先下個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兒童教育同我哋分享我哋嘅客家嘅告別式。從頭到已經有講到我哋告別式地步嘅一啲行程嘛，嚇，但是音樂也部分咯。我哋其實行三個開口開始，我哋就會有音樂，我哋行3片里一天要有8音，8音就會輔助一條流程，伊可能就講行到那很長的時間，我就會匹馬嘅音樂，也係咧互相嘅，所以它有它的神聖性在。另外就講，我哋8音跟3教嘅時間，行3片里個社會，剛剛攏3教，3教跟嘅時間，
有的会家属就讲经济的问题，就讲啊，咁我就会上一条钱。有的会也冇唱白音的，就用乐队的。其实我感觉讲白音有也存在的必要，就讲因为也音乐吼，刚刚呢悲伤的情绪的抒发，有个太连接，所以也部分还是感觉讲白音经过没落，还是感觉个可惜啦吼。另外就讲，我们三片里底杯，家用吟唱的，吟唱的像我们的诗经底杯的诗啊，然后用吟唱的方式，因为伊有相同有点神圣性体的，因为我们是用客家吟唱的。安尼咧韵律几好听，也伊咧安尼讲对祖先个尊敬，听嘢就讲跟人平常的日常的生活语言，就冇相同，就伊咧不一样的层次感，个另外就讲，我们要透过亚种的吟唱保留我们客家的客语文化，也客家文化，因为客语个大汉咧对中原的古音来的，所以也透过吟唱的也方式保留下来，就后台嘛啲讲，我哋咧客家人咧，安尼咧唔單止講唱會講法，嘛有一啲唱誦嘅一啲方式流傳下來。哎呀，因為用嘅聽嚟的呢，算是一個按創業嘅一個儀式地方。也要音樂同伊搭配的一種啊，人講想法啦吼，其實都係算是一個絕對會比要求嘅幾完整。因為個伊絕對唔會亂唱，我都講用一個快樂嘅歌去搭配安尼一個歌唱。我覺得其實也一個按幾百年來一種配合地方，伊搭配嘅東西一天都佢神聖嚇，同有一個神聖嘅價值，同時嘛係一個佢最好嘅一個搭配嘅方法。我說因為而家真係有人來社會，但是慢慢的變成講，尤其提供安尼服務嘅人，慢慢的也來社會。錯係，我財讀嘅真種也來社會。真是胸肌咩嘛係啊。嗰時講，我突然想講家中啦嚇，譬如講我哋今日觀眾朋友看到今日節目。以上嘅題，因為一般來講嘅話，我哋而家冇播放㗎啦。咁是家中講，我哋而家睇，譬如講我哋睇態度生地步，我哋還是睇個神明觀嚇，望個禮儀廳地步，呢種安尼嘅環境地步，我哋還是可以要求一套係咪？做得，我有拜提高雄進行廳，就跟闽南嘅三縣里白音全部搶來。我講係佈置啊，係啲藝術花山，個另外就行最傳統的三線里哈。因為其實我冇想過，我冇想到講冇講，因為我哋睇現代一個停嗰種堂下嘅嚇，但是我哋嗰種我哋傳統嘅東西都完全冇嘅。錯，係幾可惜。等於假如講。家中講今日過生嘅人，無論講人哋家屬希望講入邊嘅東西可以客家嘅一啲傳統嘅一啲中醫嘅一啲文化，還是可以帶入來吧。其實如果睇見嘅現代嘅一啲堂下地方，伊嘛可以做傳統嘅一啲儀式。係因為也唔單止係對我哋過生嘅人嘅最大嘅一個建議啦，同時嘛係保留我哋客家文化地方，其實佢貼喺一部分，係真係佢貼喺一部分。有啲老人家講，我按呢個老年。係啦，佢當然，因為佢嗱買種少買落來呢，錯㗎，真是，所以他講研究下就送一場啦。錯，所以同我哋講到講，唔單止講我哋咧出世一件事情，其實我哋咧瓜子嘛佢貼喺好，尤其喺南部，我哋常常我講，某個4月4號清明節，那是我們的放假，我哋貴州的瓜子。因為我哋客人吼，家家攏。因為我哋後尾就農忙嘅，到咗農忙嘅時節，我哋就會過年過黑嘅，大概元宵節過後就開始加子嘅，加黑嘅就愛去上班咧，愛種田咧，就做得專心農忙嘅，所以我哋唔可以等到清明節人嚟加子。係啊，但係當初喺當喺移民我哋當初我哋對中國過來嘅時候，就同山過來嘅時候，因為從中國來講嘅話，伊哋一般都放假放到元宵節啦，正月15啦，正月15係都開始做些啊，去台灣都去台灣咧，去台灣做些去台灣咧，嗰時
伊说一年里尾最重要的嘛呀，选瓜子，瓜子跟主先讲，我第一摆去台湾的哦，今年的把路保护他个人顺顺利利哦，跟讲。某个昨日给我过端午节啦，给中秋节，给唔怕，瓜子最重要。准祖先讲我哋路告诉我去台湾咧，可是安尼风俗流到我哋台湾，来到我哋台湾落户以后，他个人，安尼风俗都停顿咧留下来。佢像一般来讲嘅话，我哋以前瓜子都唔提讲过长嘅样，准备乜嘅东西。因为咱瓜子一般过重要就3仙，我哋汉人过冇啲摆仔嘅啦，家家都3系，我哋拜阿公婆一定用3仙吼，3仙嗰个花水果哦，嗰个风板嘅法板哦，嗰个金银原子也掉也就差唔多基本咧。見嗰有創意嘅，就講可能就會買有啲紙紮啦，買個美金啦，就會好嚟發展出來嘅基本上就講頭都講嘅3仙啊、花果呀，就基本咧就做得嚟，心意較重要啦，就佢個量力而為錯。但是因為而家佢多人都講，而馬冇辦法講到現場，因為而家佢多人入塔嘅，有入塔以後。其實冇辦法，像我哋以前嘅話，我哋都係加速過態，我哋要試下，試下就好，如果師傅3仙，佢咪辦法落款。嗰時候見緊，因為他個人跌高唔跌高啦，他個人全部熱塔嘅，咁熱塔嘅嘛冇本按到身體啊，都等於一副身體，而且有時有啲人都蘑菇來，咁像蘑菇來嘅話，伊可以喺面路上面瓜子嚇。見有啲位吼，因為時代改變啦吼，他家就講去出街咧個度，按嗰個特別輪班咧啦，餐飲業，因為基本上像我哋除夕嘅時節要拜爺，人就冇辦法過來，冇辦法過來，我哋就會用我哋經驗就講，因為拜嘅時節就透過視訊。本煙天外天嘅人看得到人哋拜爺，順勢睇到嚟拜。嗰個唔係人三十拜阿公婆嗰時節，如果全人都齊，嗰個摩托車都可以用開視訊嘅方式，就比如講，有萬人就做得一類講，萬人至少個阿公婆可以萬人講，萬人要出面，有拍下子孫全部企喺度嘅，有啲人係用手機也冇可以喺入面就做得用視訊嚟祭拜祖先，也係咧也一個心意啦。唔錯，真係。當然做得過來。跳咗過嚟啦，係啊！睇雖然講人冇睇故鄉啦，人睇嘢冇，但是幾時節，幾時節係種下瓜子，種下人參色，同我哋見阿公婆。呀，就是科技帶給我們的方便啦。你將這個工作30年，一30年來變咗一有乜改變？改變過太哦！我記得頭擺就啱開始做一下喂，去殯儀館我看。人哋傳統葬儀社就做頭海，吊煙、嚼檳榔，呸啊！就剛剛講，也環境正常就蠻好，所以從事殯葬業，因為我剛剛講用異樣的眼光來看你，還記得有本殯儀名片哦，你唔敢數呢。他就是怕晦氣，都見要求講他家聽個西裝筆挺啊，儀容整齊啊，一定就幾大嘅改變，所以發展都見，還是剛剛講，政府的改進真的是很大，自從殯葬管理條例，我見內政部又出的國民喪禮，就平等自主、慎終追遠、多元文化，要求本地講大家唔好按重男輕女，因為我哋頭擺下咧，迄種的過身的人，伊無來嘅，喺崩掉嘅時節，伊要請阿伯阿叔嘅來嚟崩掉，安能包風包面嘅，都見就講。七家妹個錢，喺種搶妹就用妹嚟蹦掉啊！我說其他妹嘛可以蹦掉。做得，所以因改變也方式，按種迄種講唔行，安尼就拿一本出來，講政府有安尼寫。原來具體哦，可是我在用安尼 Q 嘅方法，比如其實從我哋南屏東來講，我哋以前講新店嘛，掛新店嘛，但是我哋更加嘛有掛新機。
如等于讲，今咪供嘅係乜嘢？窮樣。中央，北共嘛係有同照顧，我哋以前都講掛聖誕啊吼，而家有啲掛聖記，細奶細妹嘅窮樣，嗰時候其實你講夢到一件事情，其實細奶細妹就窮樣啦，係。所以安尼咧，國民喪禮裡面嘛有講到有咧入豬排嘅問題，入阿公婆問題，嗰個入豬墳嘅問題。以前如講細妹係冇結婚，也係離婚咧，伊就做唔到入阿公婆嘅。安尼跟內政部就推廣講性別平等。冇結婚咧，也係講離婚咧，經過出地輩嘅大家同意，就變入阿公婆地輩，接受後代嘅祭拜啊咧。因為嘛係睇緊人窮鄉嘅，窮鄉嘅相同嘅原生家庭啊。冇錯啊，係啊，因為我講唔冇嘅啦。錯。嗰種唔知講好，譬如我哋節目我最問啦，嗰種講，我哋觀眾朋友有，譬如有位朋友看到今日節目，又想愛變成我哋咧變種咁嘅意義。有乜嘅建議冇？嘛做得啦，就講我哋學校方有開課，就講像大人科技大學、仁德護專，也都弄相關的還有南華大學生死學系，也都弄有培養相關的殯葬人員。那殯葬人員也就會考試，考丙級、乙級。以及拿到的人去內政部申請禮儀師，也一路行就會應到應專業安尼，也嘛係咧未來發展的趨勢啦。變咗行業嘅專業化，唔單止可以幫佢當然家人入行業，同時嘛本他嘅人員生死一件事情係一啲具有尊嚴，同時嘛係一啲具有專業嘅一啲事情。今日感謝邱局來到現場分享安全嘅事情。好，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大家朋友。休息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當我哋面書、傾讚，同時到 YouTube 幫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